后礼拜就要过年，生态台湾系和台南的文化局合作办台湾年文化交流活动。学生囡仔是去到这社区行大林北春联文化，另外学生因也家己传春联，甲社区的民众做伙用白话字写春联，和这个年节的风俗和母语结合。 规处建各种无同的春联，真有过年气氛。生态台湾系参台南文化局合作，头家带学生行出学校，实际去社区林北春联的文化。唔单单看尔，佮参在地时代做交流。学校伊嘛传济春联，通教大家用白话字写出有台湾气味的春仔。另外伊嘛做吉祥的小卡片，鼓励大家开嘴讲台语，就免费送。日本甲台湾无共款，我写平安。 内底写伊就是塞车平安，台语有音无字啦，即摆头一摆看到台语的字就对了。纯粹就是讲，即爱互社区的人民众，大家人较侪人知影安尼啦吼。嘿，台语白话字伫台湾已经百几年啊啦，写春仔用写大字的白话字来写安尼啦。 台湾过年俗语讲，食红牛粿年头好到年尾。为着互来学习台语的国际生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，文化局嘛请业者来教大家做粿。有越南的学生讲，这除了是交流的机会，嘛互因感受到像故乡温暖的感觉。看到讲和越南的做法是无同的所在，这嘛是学到台湾过年的真特别的一个文化。过年过节。 吼，拢会买一寡较喜气的吼，像这红菇、红哦，喜气嘛，所以要来拜拜。啊，拜完，大家就是厝内人，大家食平安。这摆台湾系初级会话课程，甲学习张协延伸到社区。台湾系教授讲，会使互学生甲所有的成果展现出来，嘛参社区做交流，结合春联文化，甲母语推广出去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